今日同大家 share 一下我做業主嘅路上遇到搞笑同無語嘅事情。Hello， 我係 Steven，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 ，Diffus 開始都越嚟越多。呢條 reels 我會同大家 share 一下我做業主嘅路上遇到有趣同埋嘔心嘅事情。第一次做業主呢，我哋直接管理屋嘅。點解會有呢個決定呢？係因為我住喺附近，所以當時諗住慳翻呢一筆中介錢。真心嘅，揾聽人呢其實唔係好難，難嘅咧就係解決租客嘅問題。有啲租客佢哋會提出諗極都諗唔到同埋無理嘅要求。第一次做業主呢，嗰時候唔知對於佢哋嘅要求幾時要滿足，幾時唔應該滿足，浪費咗自己好多精神。因為最主要唔係錢嘅問題，而係精神上嘅問題。咁嗰陣呢，真係冇人會過住擔驚受怕嘅日子，怕會收到租客嘅消息，唔知道會搞出啲咩大龍鳳。我同租客最容易發生衝突嘅時候呢，就係佢退租嘅時候。相信好多業主都會經歷過開盲盒，有時候入到去呢，就好似個垃圾房咁樣。咁我都 bad trip 過，有一次入到去呢，就差啲見到天堂，非常之得人驚。你哋嚟評一評你，睇下係咪真係好過分？咁經歷過呢一次之後呢，我嘅身心唔想再受到任何傷害。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就揀咗個最好嘅方案，破財擋災，俾中介幫佢打管呢啲咁繁雜嘅事情。等我夜晚翻返個好覺。咁諗唔到呢，啱啱管理一年，問題又發生咗啦。呢個中介呢，佢冇好好咁幫我管理間屋，連租客走佬呢，佢都唔知。最後呢幾個月嘅租金呢，我都收唔到。好彩嘅係，我將間屋順利咁樣收翻嚟，咁就冇發生到呢個租霸事件，即係蝕咗幾個月嘅租金。我心諗唔對路，中介又 manage 唔到，自己又 manage 唔到，咁索性不如自己開間公司去管。咁我喺度講下其他嘢啦。如果有朋友呢想英國喺邊開公司創業嘅話，可以揾我傾一傾，我可能會俾啲意見。我喺公司呢就可以喺簡介入邊揾到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一睇。關於英國更加多房地產嘅知識，你可以詳細睇我哋嘅網站同埋其他平台。See you on the flip side。